大家好，我係貓哥啦。最近 Mini GT 咧亦都出咗一系列嘅新車啦。咁我攞其中一架比較特別嘅車就係呢個澳門格蘭披治嘅 Hubs Auto Racing 嘅車啦。咁呢部車有乜咁特別咧？咁除咗係保時捷之外咧，亦都係一套兩架非常之幾靚嘅分開拎咗出嚟之後啦，咁我同大家去做一個開箱，同埋喺細節方面咧亦都有提升咗嘅。咁我哋今集就一齊嚟睇下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Hubs Auto Racing 咧其實係一個台灣嘅車隊啦，由陳漢成喺2014年創立啦，2018年咧就以車隊嘅身份出戰國際嘅賽事啦。咁 Morris 咧一開始已經好中意賽車啦，喺28歲嘅時候啦，咁最初係參加亞洲汽車錦標賽啦，之後一步步累積經驗啦。喺2015年嘅時候咧，亦都參加咗Le Mans 24小時嘅耐力賽。咁呢一段經歷咧，帶俾佢靈感，決心要搞一個車隊啦。咁呢一個車隊嘅 Hubs Auto 意思咧，其實即係代表住忠心啦，將汽車同埋熱情聯繫起嚟，由台灣出發，衝出國際。咁車隊主要用嘅車都係保時捷911、GT3R 同埋 RSR19嘅。咁再之前咧亦都有488 GT3同埋 AMG 嘅 GT3 啦。咁今次其實佢哋咧就同保時捷廠隊咧同技術團隊啦。佢哋有一個搭檔嘅，咁成績亦都越嚟越好啦。咁喺2020年嘅時候咧，亦都首次以 Le Mans 嘅身份去出戰啦。2021年咧亦都升級到 LMGTE Pro 嘅組別啦。咁車手就係呢一位，咁喺排位賽咧亦都攞到唔錯嘅成績啦，震驚全球啦。咁後尾咧亦都喺2024年嘅 C-Spark 24小時耐力賽咧，佢同埋 Kelvin 佢哋啦一齊去出戰啦，咁目標都係攞頒獎台啦，大致係咁啦。咁講翻啦，今次呢部車亦都係2023年第70屆澳門格蘭披治嘅 FIA GT 組別嚟嘅。咁 Hubs Auto 咧出咗兩架車嘅，就係911嘅 GT3啦，27號車咧就係呢個 L Grade 嘅去揸啦。咁28號車就係由當年嘅 DTM 冠軍 Thomas 去揸嘅。咁得到 Cooler Master 嘅贊助啦，咁車身上面亦都有呢個去撐腰啦，令到整體喺東望洋嘅圈速入面做得相當穩定啦。咁憑住呢部車經過調教，咁令佢可以更加穩定啦。咁亦都展現咗佢哋喺街道上面嘅實力啦。咁 Hubs Auto Racing 嘅呢一個國際視野同埋精神咧，從台灣走到世界啦。大致係咁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已經睇到呢一部車啦。咁今次呢一款賽車咧係基建於2023年992平台所打造出嚟嘅一個賽車版本啦。咁整體嘅車身設計方面咧，都交咗俾 Sebastian 咧去透過車身以及各樣嘢去重新設計啦。咁今次整體方面咧，唔係要追求更快嘅速度啦，而係想帶俾客戶咧喺比賽中咧有一個穩定同埋較高效率嘅效果啦。咁同埋最緊要係咩？耐用度。因為有時候咧，佢哋呢啲賽車係會喺大量嘅耐力賽度表現啦。所以咧，亦都係最主要嘅一樣嘢啦。咁今次 Mini GT 咧可以用一套兩架嘅方法，而冇用一個包裝嘅形式啦。咁等大家都係講一句啦，一次過都會賣晒㗎啦。咁整體嘅顏色方面咧，非常之透薄啦，貼服度相當之唔錯，以及咧成個彩衣嘅感覺咧係非常之鮮豔度高啦，令到整體嘅成架車嘅完成度係唔錯嘅。咁喺配件方面咧，亦都有進行一定嘅更新啦。大致係咁啦，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可能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啦。首先我哋睇下前面頭泵把嘅結構咧，大家會見到成個進氣系統咧會有多咗兩塊嘅 feed 啦。咁呢兩個 feed 咧其實係帶動將氣流帶動到中間嘅水箱兩邊嘅散熱位置啦，進行為呢個剎車進行冷卻啦。頭鏟嘅效果啦，亦都碳纖嘅效果亦都令人理想嘅，成個質感同平時咧亦都一貫Mini GT 嘅工藝紮實啦。咁另外兩邊嘅風刀設計咧，喺彎曲以及透薄度咧，比起以前咧係更加好咗嘅。呢個係一個值得一讚嘅地方。以前咧呢啲位咧可能仲有少少毛邊啊，咁但係而家直頭都冇咗啦。咁另外啦，呢一套整體嘅前部分咧，令到整體喺高速行駛時候咧有減低風阻嘅動作啦。咁另外啦，車頭冚嘅部分同樣採用咗碳
纖嘅，去取代咗鋁合金啦。咁啊，值得留意嘅部分當然就係今次咧喺整體嘅水箱嘅呢一個散熱網嘅部分咧，居然係有做到獨立分件嘅。咁比起以前咧就咁純粹用一片式去做代替咧，係完全係兩樣嘢啦。咁呢個亦都睇到佢哋有更新嘅地方啦。咁另外啦，整體嚟講最重要嘅另一點啦，亦都有進行一個最細節嘅還原啦。因為911 GT3R 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一個全新設計嘅一個LED 嘅車頭燈設計啦。咁佢呢一份組件咧，其實曾經咧係喺 LMDH963上面有使用過嘅一個款式啦。咁呢一個咧，呢一個頭燈嘅部分可以令到整體嘅照亮範圍多咗50%啦，令佢可以喺夜間度咧得到更好嘅視覺體驗嘅。咁呢度咧，其實呢4盞嘅 LED 燈咧，Mini GT 係有全部都還原到嘅。咁另外講下拉花啦，咁其實今次咧個貼服度咧，比起以前咧係即係咁簡單啲咁講，真係好誇張嘅。同埋咧，佢雖然有啲係用貼㗎啦，但係貼得嚟咧，佢所有嘅厚薄度咧，比起以前更加多。咁啊，今次呢個碳纖冚嘅入油位置咧，嗰個凹陷度咧，轉彎嘅位置係比以前更加暢順嘅，咁我自己覺得非常之滿意啦。咁大致係咁啦，我哋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睇翻真車嘅資料咧，門板、側裙、沙板嘅地方咧，全部都換上咗碳纖啦，去取代鋁合金嘅材質，為咗減輕重量啦。玻璃窗嘅部分亦都用上類似玻璃纖維嘅嘢啦，而零售版本嘅咧就會使用翻普通嘅玻璃啦，冇夾層嘅。咁但係值得留意嘅第一點咧，喺更新嘅方面就係喺個出風位度啦。大家會見到咧，散熱片嘅部分咧，每一點咧其實係有做到更新嘅。咁啊，以前呢啲位置都有少少虛化現象啦，咁而家咧完全係冇，非常之靚仔，我都冇諗到佢又進步咗啦。咁第二點咧，連接側裙嘅部分咧，咁其實呢一份側裙亦都講下啦，可以有效地將底板入面嘅亂流咧係抽走嘅。另外一點就將多餘嘅氣流咧帶去後面嘅進氣系統部分啦。咁呢一度咧，其實 Mini GT 咧喺整體嘅彎曲位，其實呢度咧接近90度嘅位置嘅。如果大家咧有買開佢以前嘅賽車咧，有陣時候呢啲位咧佢做得唔夠工整咧，呢啲位有少少虛化或者有少少滲漏嘅情況啦。咁而家咧完全係冇啦，同埋呢個進氣嘅我哋叫做衰氣窿嘅部分嘅線葉位啦，每一個位置咧個三角形嘅陰影位置非常之乾淨利落啦。咁呢啲咧亦都睇得出佢哋喺整體喺呢架車上面嘅工藝嘅更新啦。咁而且咧亦都呢一份我哋叫後沙板嘅刻畫嘅地方啦。咁呢度咧亦都有連接一整體式連接落後邊尾泵把嘅部分嘅。咁另外啦，玻璃窗嘅部分啦，比起以前咧一啲我哋叫做釘咗啲窿窿嘅位置啦，全部有做晒上色，而且呢全部都印刷可以做嘅，全部都做晒㗎啦。咁頂部嘅閃電拉花啦 Cooler Master 啦，咁其實一套兩架嘅效果咧，基本上都係一樣嘅，俾大家睇下啦。大致係咁樣嘅。咁好啦，我哋又去講下車尾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首先第一點咧，我哋會睇到呢一個反勾翼嘅設計啦，能夠佢喺時速200公里以上嘅時候提供一個足夠嘅下壓力啦。值得一提嘅，今次 Mini GT 咧喺整體嘅尾腰流結構咧，比以前咧更加乾淨咗好多好多。大家會見到咧，無論喺噴漆以及邊緣嘅位置咧，呢一啲位置帶走多餘亂流嘅地方咧，係全部更新咗嘅。以及咧，值得一讚嘅係後面呢個尾泵把嘅位置係用上咗全印刷嘅效果，比起以前更加靚仔咗嘅，成個質感豐富嘅。剎車燈居然有印到8粒點，估你唔到。另外死氣喉嘅部分亦都有類似做到好似鈦合金效果嘅質感嘅。咁呢一啲位置呢，雖然你話佢係上色，但係你遠睇你根本就唔覺得佢係一個近睇遠睇啦，應該咁講都好似金屬嘅質感嘅。咁呢個喺顏色上面咧亦都有細心去刻畫到。好啦，嚟到內籠嘅結構部分啦。今次咧，我終於去實戰啦，將絲襪噴塗法碳纖效果咧，就嘗試喺啲內籠方面啦。咁大家睇到咧，整體喺成個內籠嘅結構部分咧，包括前中控台部分、尾板可以
換成碳纖嘅，基本上全部都係碳纖㗎啦。咁啊，為咗有效提升重量啦，咁今次咧另外值得一提嘅，我覺得佢今次喺整體嘅防滾架部分咧，比起以前咧係做得靚仔咗嘅，尤其啲我哋叫做喺玻璃窗可以見到嘅位置啦，基本上全部都有做過一個小型嘅更新啦。咁我覺得最欣賞嘅部分係咩咧？就係喺座位嘅另一邊部分，比起以前咧，大家會見到從反光面可以見到咧呢一啲我哋叫做機件零件嘅部分咧，比起以前咧係更加好咗好多嘅。咁啊，又係咁講嗰句啦，你哋願意繼續支持嘅，咁啊可以繼續有更加多正嘢可以睇到咯，係咪先？咁啊，座椅部分亦都有講嘅，做咗進一步嘅提升啦。咁啊，最主要嘅係軚盤嘅地方，我自己覺得咁睇啦。軚盤嘅地方咧係更新得最多嘅位啦，每一粒掣、中控台所有嘅位置全部俾晒你嘅。咁今次咧我就冇做上色啦，因為個籠實在係做得相當豐富嘅。咁啊，大致係咁啦。咁啊，合翻埋架車，我哋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俾佢9.8分啦。整體呢部車一套兩價嚟講係相當推薦嘅，基本上由內到外都有進行一定嘅更新之餘，細節方面亦都係大家想要嘅。咁啊，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去睇下啦。咁大致係咁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大家睇晒成部車啦，唔知大家有冇一次？我覺得一買都係買兩架比較特別，因為放埋一齊真係個顏色幾特別、幾新鮮嘅感覺嚟嘅。咁啊，大致係咁啦。咁唔知大家係對呢部車嘅睇法係點啦？歡迎留言話我知啦。咁啊，嚟緊會開啲乜嘢未知嘅。咁但係咧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都會發布唔同嘅嘢啦。咁最後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啦。咁我哋就下集見啦，拜拜。